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永權阿權妹。大家有好食擂茶冇？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因為像阿權妹嗌啊，有陣時走成頭就會想講，都是有些搖啊，唔過又唔會當搖嘅時間，我就會泡一杯擂茶來食。擂茶就像係咧，當養生啊，當康健的一種飲料。啊，唔過上千久以前啊，我嘅爸爸。甚至講我阿公頭擺以前都冇啲嘅食擂茶，原來啊擂茶係乜嘅時節啲台灣開始來流行嘅喏。今日嘅節目當中都邀請到一位啊擂茶熬研擂茶嘅專家，我哋同大家來分享哦。細細幾家來分享佢分享齊志賢大哥分享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北部來嘅齊志賢，今日當歡迎來同大家見面。哇！歡迎齊大哥來到節目當中，真係係擂茶嘅專家，因為真係大家啲啊，嚇顏色擂茶全部都甜嘅嘛。台灣好食按用甜嘅擂茶，啊唔過透過也按多年來全球化嘅國際化按用嘅交流，大家咩啲以前啲可能中國啦，也喺個馬來西亞、東南亞嗰片嘅行業，以前沒有啲嘅食擂茶，啊唔過擂茶冇買強用，啊唔過台灣嘅擂茶，台灣嘅甜擂茶，就係對其他個你開發你想出來嘅，嗰時候一開始冇啲嘅事，就像我家講，阿爸、阿公全部都冇啲嘅事擂茶。啊，人有冇想到講我來做擂茶？乜人本人有得想法咧？我做擂茶就係前巧合嘅一家機緣啊！因為就像我講啊，我也開擂茶店，我再問我講話唔知聽過，講啲我唔係用擂茶嗬。第一就係因為北部嘅街下農會總幹事陳崇光先生啊，佢開始推廣嚟擂茶。啊，點樣來推廣嚟擂茶呢？當然佢係接觸到，佢先接觸到咧傳統就講唐山過台灣，佢哋第一台你哋啊講長山客，佢哋人到咧很有識，傳統嘅擂茶就蝦味，所以佢接觸到咧，佢認為咧係客家一傳統嘅文化，所以佢認為咧值得大家來推廣，所以佢就當榮先來推廣。咁個也開始係啲咩冇人成績啊，就講大家認為咧冇人聽過嘅東西，拿出來推廣，拿出來要去開店啊，維持經營嘅下係冇咁簡單嘅事情啊，所以也開始係冇人感慨。啊，你是感慨，你就成績嘅。唔係，家下後生是唔啲驚哦，唔啲驚就講我該冇自試看。該要先去試看啊嘛，就是去吃看啊呀，擂茶、鹹咩，一開始想來推廣上來係乜嘅？因為講嘢當陣時咗，我哋咧開始掛上去北部擂茶嘅啲招牌嘅時間，我哋咪喊票。他唔是食過，唔知嘛？他唔是食過。佢最先嘅想法就講，我喺招牌先掛上去，先後嚟只該派咗起來。結果就講，大家唔知聽過嘛？唔知聽過，因好奇嘅原因就就落嚟去了解去問下。我順嚟只樣，我買到其他嘅後面嘅意見啊，我咪講東西啊。你係掛定北部擂茶嘅招牌，啊唔講買呀定後面呀嘅定路呀定。希望嘛係咁樣啦，而且出到。後尾街下代表佢主席涂俊海先生，佢係上海思想嘅中長嘛，北部係以此圖下思想強者中間輩，所以佢原先嗌到啦，所以佢落去佢識過，佢落去就叫北部要開始用去賣擂茶，佢就落去店面買來吃啊。結果街下我太太顧店，佢就講饅腰，咁嚇，你咪招牌咪掛咗，用為饅腰咯，叫佢講解釋啦，實在蠻學到，唔識試過啊，講解冇問題，來，我同意處理，我其實當同我遇到該報紙地位有寫葉鳳孝女士，交卡同佢約好，當兩個卡在我兩公婆，我朋友聊到。跪下去，講你冇識走哦，冇識走嗬，你強下過去食擂茶，我就講冇識走又食擂茶，差呢嗬，差唔係飽啊，所以就當同我哋去，我就講解下就葉女士叫做
係鋁筆用到切頭，我哋日落門就看到呢度係鋁茶。啊，你咪冇看過？我冇看過啊，係啊，家下唔知啊，係啊，因為清中原時期家下推廣嘅時，佢到北部農會三了，佢盤200嘅嗰種長葉鳳小女士啦，佢長期是推廣現場鋁現場長大家學，好似我冇去到啊，唔知啊，家下我唔知，所以我咪唔去看過嘅時啫，啊，係直接嘅推出嚟，保美做鄉長啊，關興佢。都鄉長啊，佢同我都去，去見識學到第一杯嘅鋁茶。第一碗嘅鋁茶係蝦味要盤到地度。唔係盤，佢係米盤啊，佢是用嘅米，那長嘅米，黃米飯落去啫嘛。米腸用嘅，米腸嘅炒鹹來，係參嘅醋染，叫嘅醋染。炒嘅東西，炒鹹味拖落去。要不用菜嗎？乜嘅炝菜呀？要炝菜啦，豆乾切丁，白香香嘅嚇，係。反正是食照嘅嗰種規格，嗰是乜嘅炝菜啊，要買菜醬油，嗰是米飯嘅繞完咧，鋁茶鋁好嘅繞到完咧而，像日本人茶包飯啊，用白用啊，按配菜食。挑一擺食嘅鋁茶，你嘅感想係乜嘅？吃到我是問我，講老實話。那感受啊，因為你講飲食習慣咯，從細冇食過就唔習慣，所以我睇第一擺食嘅時候，我老師傅講，我唔要吞落去啊，看出來，因為實在講唔慣，唔是食過就唔慣，所以。佢係一種出乎意料嘅口味，所以我只話要採用蝦味咯，跟住要配菜，是當唔慣，所以好不容易食到一碗咧，啲實都係碗夾住油加碗同埋用嘅山啊！食喺保美區店嘅時候是也要到人客幾個大家開嘅口味來同我哋交流，所以我出去食到第300就開始慣。其實蝦味好處係乜啊？好處佢唔會咩怪，佢食到不惡心，佢係解膩，你甜味是講到好穩回面啦，而係兩隻口味冇共同嘅。北部鋁茶嘅看板啊，掛按舊嘅，對不對？掛按舊嘅，張地講，蝦味鋁茶以前限做得啦，嗬。唔會識得啦，也是愛習慣啦，唔是習慣，唔是識嚟嘅，絕對很唔慣嘅啦。啊，結果用辦鹹嘅，會變做也下台灣青島人啲嘅是甜嘅，我想當到可能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可能有聽過啲國外嘅客家人，可能有鹹嘅鋁茶，啊唔過可能完全冇食過，因為啲台灣有青島甜嘅鋁茶嘅口味，甚至連也有乜嘅超市啊、超商啊，你可能就有可能買得到一包擂茶粉，然後係甜嘅，已經普及到這個程度了。哎，你用會變甜嘅喏。當講起來食甜嘅鋁茶，去怪嗌啦。哦，怪你啊！因為第一擺我就講，第一擺食鹹嘅鋁茶，你實在唔慣嘛。一是想講，係那啲鹹嘅鋁推廣賣本人客嘅話，就你。用你嘅講法，我們打從打起嚇，大家即係算唔慣，唔知識過，所以想想，家下只要手搖飲嘅，茶店嘅，佢哋全部賣甜嘅啊，茶慳嘅食甜嘅大家好慣，只因為你喺上班，我就想講，係咩？總之個甜嘅大家接受度唔係高啊樣啦，有時接受度嘅問題嘛，因為大家飲食習慣就嚇只食甜。同茶同甜是好結合，好順啊，係啊，所以我就是開始想講食甜嘅樣。但是原料還係共用，地度嘅皮料。你主要嘅材料就是共用，係花生芝麻茶葉。鹹味皮料，是不是鹹味原料？傳統嘅你係幾種啊？茶米、飯頭、胡麻同香麻。你係基本嘅。當然，也就在加邊講，其他養生乜嘅南瓜子啦，了都好。堅果類的，對堅果類，所以基本蝦味咪係不用了的東西。錯。
哦，所以那其他个人就你去家嘅喜好好了，然后咸咩变做甜咩，啊，被普洱茶就继续开下去，就冇做咸咩，冇做咸咩。有买过咸咩冇？冇，完全冇买过。惯习子买甜咩。很神奇哦，这擂茶牛人就以为去家哇，冇好食咸咩啊，真唔关咸咩啦，因为在台湾。它是有是爱用咸的擂茶，故说就去甲中秋吃到甜的好食，啊就开始来卖。结果杀下来就变做太家也看到安尼啊，然后被铺规条街路红全部卖擂茶，甚至懂到客家庄嘅乜嘅老街啊、乜嘅景点嘛，全部唔咩看得到擂茶，也就像伊咧台湾咩地嘅呀客家人嘅象征嘅代表腔用，对不对？故说人家太家地方啊，其他个懂到故事同大家来分享先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来再个继续讲故事哦。好，分享大家有陣都呼起來咧，我係總權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有請到呀齊志賢太哥來同大家來講擂茶嘅故事吼。剛剛聽嘅當到，齊太哥咩當初就同大家講哦，一開始佢就係對啊，白普擂茶有興趣，啊想講可能有生意好做，啊唔過冇買白普擂茶，就會知道呀，做嚟吃困難，啊唔過佢親密就想講老佢做甜嘅，像賣飲料店，對啊，後面一個店變做飲料店，啊實際上。掛定白普擂茶嘅扛棒，一直都有下。啊，唔過擂茶真件可能台灣人頭擺冇按熟悉啊東西，啊唔過都同山過台灣嘛，啲中國嘅世界，其實嗰樣時就有識呀擂茶按樣嘅歷史故事，從冇？其他個再同下小記一下。中山過台灣是大家識嚟，其實全部蝦味啦，哦，所以經過研究以後，你從喺屋企經過，我哋係19歲，根本是冇咧嘛，所以我問我講根本唔知啊。我印象係20歲，係啊，對，所以冇識咧。來長久嘅基本上，因為你從啲內邊嚟東西，佢哋係紋路全部係磨損嘅，尤其日洲嘅燒成紋路就好帶上千度嗰啲，所以佢當腳其實內平嘅，你看古董店啲度，我哋嘛賣遇到嘅老嘅內邊進來，佢啲賣花嘅紋路全部化睇咧，平睇咧，你就冇辦法內啊。嘅內邊台灣應該買唔到嗬，好少，可能有，你像我遇到人客來。見女叫做見做木節吧，講我細時這是專門女嘅，本老太老咪學嘅米糊，米糊，就是米糊啊，米糊啊，就是奶水不夠的時候，就是或者是當副食品的時候，就把它拿來。所以有擂白，啊唔過唔係用來擂茶，有這個工具啦。可能啲隻溫法已經漸遺忘失傳。對，啊唔過青頭白，聽講喺三國時代就有誒。哦，係，你講嘅三生湯哦，你一講嘅就買咗故事啦。哦，因為三生湯係講張飛帶兵攻打武林之際，將士得到瘟疫嘛，哈，然後好像老師哦。好，老師繼續。哦，就講因為安陽嘅將士得到瘟疫，軍隊無法前進，所以給老草一奉獻出祖傳的秘方，就是三生湯：生米、生薑、生茶。生米、生薑、生茶。對，把它磨成糊狀之後，對，沖熱開水，給將士服用，結果湯到病除。這一段是，其實早先我一個朋友，就是中華茶聯的一個朋友，陳先生他是提供我2、3篇。哦。我們會選這一篇，是因為張飛比較有名。我想借助他的名氣，哦，他就抵張飛了3年呐。哦，其他人講嘛，叫做楊馬說啦，乜嘅，當多種說法。我們喺去交大之後，交大啲位介紹，哦，原來擂茶其實就5種傳說。哦，有按多種。啲位其他人嘅名啊，好唔出堂過，所以我哋認為當初冇咁巧，用張飛大家是堂過嘅面來背書。
食绿茶。所以啊，就会食嘞对身体会好的东西，你就一吃了解，传到台湾虽然无咸的，啊，不过改良做甜的耶，对不对？那基底配料就会加有更多的，有茶，哎呀，它可能有加坚果亚的，对不对？有更多这种。你看，用中医的传统食疗的概念来讲，是做得当澎湃，尤其你下材料全部唔会难清嘛，吼。其他讲你个配料有糖果有22种哦，按多。那茶米22就是有茶有米22种材料。有茶有米，哎呀，以外还有22种材料。就像呀，看到的有按到那个什么红豆、绿豆，有玉米。想到的莲子、叶红、淮山、白果、芡实各种豆类、谷类、麦类嘛，哈。在讲 rap。不等你讲啊，所以你要动手。有按到东西，然后全部就做压一碗绿茶。不过其实你们味道去改个这个招牌啊，没设定了非常多口味，包含讲大概什么低甜度啊，甚至甜度是我们一直在减啊，我们大概减了6次的糖。就因为现在台大就唔好食甜甜的东西啊，所以太口啦。对啦，没得干嘛这样啊哈，所以减糖是一直在减糖，然后创新口味，针对人家边讲这东西来到北部，你想来到北部最传统两海大家滴绿茶，绿茶自称北部代表的茶嘛，蓬凤茶，所以应该两包系蓬凤茶嘅绿茶，还是讲好高级哦，传统的温法、采地法，用加蓬凤茶、绿茶来表示。跟还有一般嘅茶米，还是说茶米就替换掉？用传统係用綠茶啦，綠茶粉嘛，綠茶嘛，所以傳統的是綠茶。現在我把綠茶換成東方美人茶，可以試看看。你那種口味就係冇綠茶嘅，全部就係東方美人茶的。嗰個口味區隔性為動態。很曲線動。有我用P到呀東方美人茶嘅香味到底。冇強用嘅茶香。冇強用。真嘅，P出來就冇強用，然後感覺好奇怪哦，因為我特別冇試過有東方美人茶，有咋口味。應該目前係我哋一個獨家嘅。對，我有去過人嘅店嘅，剛剛看到相片，我有去過，唔講我食的係原味的，而且我叫唔想食冰的，冰的茶飲這樣。原味肯定我都買最好嘅啦，你係甜味啊，因為你係蠻推出。P 起來同食起來米線冇共用，食到嘅東方美人茶嘅米線會都後背長出來，吞落去你將感受到也蓬鳳茶到最地度嘅米線。一開始食下一行係吃到係綠茶嘅米線，唔過吞落去就會知道，東方美人茶出來了，哇！嘅主題呀，蓬鳳茶口味以外，其實還有其他種口味錯嗎？當然，黑檸啊，也得。像食下這樣醬好醬嘅，基本上係個紅棗嘅，都養顏美容。對，養顏美容嘅和杏仁嘅，杏仁嘅，杏仁子。還有中醫講嘅骨氣嘛。紅糖老薑。紅糖老薑是冷天嘅時間，天熱冷冷，該尤其寒流落嘅時陣，血管燒嘅落去，從腳底燒起來。活血行血的功能。你邊旁邊都有一些汗，古上嘅牙健食，好好喝，真係好好食。有嗰種滿足感。有，而且有飽嘅感覺。唔過現場其實其他個行特別帶啊，綠茶嘅公器來到節目當中嘅順口嘅一期，將大人叫用。呀，安泰一期就係人講綠棍，頭前嘅綠白，我來示範一下，順到用版來綠茶。好，嚟，試下。嚟牛年啊，舊本年啊，專家。胡麻冰落去，香麻冰落去。然後嘅飯條，你一絲絲嚟就來。你係菜銀啊，做得。看你愛食幾多比例。從啲炒麵嘅強度嘅話，佢更會糊。所以一般從量越量是做得咧。強度嘅話，其實
擂唔得面啊！啊，當到囡仔講技術過咧，為你嘅心得咧嘛，當條。啊，跟有自家一擂。自家擂嘅佢嘅心得，佢就講我擂過，很累。預約一個 DIY 半點鐘能識得到。嗰時因為其實係佢摸足到訣竅啦。我將當囡仔講，槓桿原理還記得冇？哦，槓桿原理係最省力嘅。擂過難槍抓。省力用嚟嗬，支點到水面檔，手柄帶下來，按應對，係最省力嘅。所以咁講咧，提下位先通嘅貓咩嘅剃頭嗬，剃頭都要顏面來，顆粒狀態嘅話嗬，好摸人方便，因為唔好累，先攞佢滾動按用面面安尼。好，安然好。係執手嘅話就逐帶下來，摸住兩隻手。這邊專家呢，呀，就給你看到佢是棉的人呢。雖然冇當日老人學累啦，咁講當日講解，當日甩教人。啊，安用，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，也係根本一個副片偏離掉無，但副唔錯專家聽講就從佢來小結。呀，擂茶T咧剛剛講的槓桿原理嘛，對不對？我們這個。槓桿原理要掌握好，然後它擂嘅時間，一隻手當做下面的支點來固定，然後槓桿原理，輕量拿輕當高來按用擂，啊擂到嘛個長途這樣做的呢？擂到貓款唔是貓，個顆粒就冇擂面咧一樣，所以你睇紙皮都當上。我又要流口水。貓嘅一樣，貓嘅外皮算硬嘅。係講冇對擂面你啊，選唔出嘅嘅香味啦。哦，古時候我了解擂到綿綿，像有啲嘅芝麻醬嘅感覺。係，會有出水嘅感覺冇？出油啦。出油哦。芝麻生油脂分相當高。哦，啊，一般按用擂一邊差唔多要擂幾久？一般人來說。一般喺廣東人佢講咧，裝訂5分鐘啦。哦，唔係裝訂嘅話就好久的，係啊。呢個冇聲音。實在累啊，沒關係，點錄音㗎。呢個你慢慢累，先進一段廣告，等一下回來就可以伸到泰國。會後悔啊，沒關係，等一下廣告回來，你就做嚟伸到泰國，先擂嘅擂茶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。好，非常大家又真到福氣了咧，我係仲要阿權妹。其實剛剛我要進廣告嘅時間啦，啊，人哋其他個就攞擂茶擂好誒，嗰時候接下來就停二來是擂茶哦。其他個你一下就會擂到整口嘅擂茶嘅長途誒，擂到有一些衝漿按樣，完全看唔到嘛誒。就衝按呢。顆粒都已經當油咧。當油誒，啊，接下來用板來。係，也是加獨家秘方，擂茶粉。就講，有啲人佢會講，哦，呢啲係賣咯，呢啲係賣，我就講，哦，你係喺度獨家口嘅擂茶粉嘛，啊，擂茶粉加落去，也叫為做當好食咧，哦，叫全部喺度擂咯，啊。你喺度吹料，係全部加半喺度擂，我驚都會變面，我驚啲都會嗌。是一比擂茶而擂半點鐘哦。所以按太保冰咯。你係用機器擂好咧，加落去就雪到，咁樣好方便啦。我們體驗一下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係錯。好。好，按一般按你都去攪軟來嘛，嗬。中文哥，而且按用先鋪平，哦，你要把它刮下來，刮下來。刮下來。要照粉同佢照料啲膠頭膠就可以啦，冇計醃嚟計白嘅嗬，而家刮下下咧要夾穩過來，然後冇人方便，所以有人就做咧，傳統就係當茶水沖落去，好，不過也要技術，係講沖長線嘅話嗬，就係磨線。所以得跳線，然後它扭到誒。水量嘅控制是好重要啦，哈。跟人家青菜豆咩按好水。嗰時係都係技術嗬，冇啦開玩笑。哦，傻批哦，傻批弄嘅哦。好，你看到安樣濃湯狀安樣，只係最好嘅濃度係樣嘅。
家他上的是咸的，可能会买冇冰糖的，所以吃看呐。有人诶，做在吃诶。好，安样，好诶，以後就會留意多多問地度。哦，嘅底下還有東多冇刮槍嘅呢。該做在15加水。哦，咁樣呢。哎呦，好，這樣子做在吃關關哦。謝謝。哇，也比我家下泡嘅還看流東多呢。越濃越香。食看下來顯類嘅。呀，我炒的到的東西很較多，因為有時候講下其他國家類嘅賣嘅香味，賣嘅味是當香，然後綠茶嘅味是咩樣樣係啲後味長出來，到新馬湯佢有一些感覺到甘嘅感覺。哦，所以現場類嘅同樣買種衣服款，還係有小口嘅冇樣樣，對不對？哦，水台嘅差別，即係講。現場類的，你講做在價酯的，掠花生啊，吼，因為掠花生佢當不耐保存啊，你係講，cái綠茶粉啲咪價酯了吧？你將嘢類其實會少啲，所以我哋做呢個就唔好食，所以要粉底度是沒有不用提提味。哦，原來係咁呢！我收到有好食綠茶，我自己花功夫、花時間去擂咁做的。睇下見看到啊，入邊有一支有冇攪拌棒？睇下冇留到也係普通的攪拌棒，也未係泰國自家發明的。你有取個字母呀？還忙呢？取啊！酸酸。我當啱嚟咬唔當冇咬啊！牙齒當攰哦。又希望嘅梅嘅意思。有梅啊。有嘅鮮榨。像嘅頭擺漢藥店地度會買嘅梅餅樣嘅。我就簽嗰隻廠商，讓我哋推廣。好好吃哦！加上綠茶粉啊。那嗰陣你想到就係呀做啲綠茶，做啲拿嚟做攪拌棒，然之後拿嚟傳一下，感受一下無香嘅口味。當酵母呀。係啊，冇想到你留綠茶變做甜嘅，韓國韓老呀台灣自家真有名嘅，按用大家從細食到大呀，就算冷搭冇，算是吧？對，要冷搭就結合在這個綠茶底杯。同大家來分享，因為外用料係本人客考到啦，因為呢度喺度，因為你喺度材料當做啲天然材料，佢當沖佢咪沉澱，銀行學學的可能打下肯定在，所以引起的有東西被弄攪拌。那攪拌的時候，以前我們用竹片嘛，那竹片的話，我們選用那個竹東有一家那個外銷日本做那個竹簾的。它的加工很精細，然後表面它碳化處理以後很漂亮，哦，就有一點色澤跟原本竹片不一樣，又不太會發霉，所以我們用那個截一段一段以後呢，給客人當像筷子一樣，就是攪拌，那後來客人就抗議啊，那抗議說，老闆，你這個竹片上面有牙齒咬過的齒痕啊。我們也很無言，因為客人無聊，他就咬了。那工讀生洗一洗，就可能對。那工讀生洗一洗，然後曬乾了以後，拿回來繼續用。哎呀，所以我們後來發現這個樣不行，所以我們就把它改成用這個咬不動的啦。成本是比較高啦，哈，但是我覺得還蠻有特色。真嘅，而且剛下講啊，呀擂茶嘅工藝啊，其實冇咁簡單，包含啊順口啲嘅棍咧，都要自家嘅拖泥到地度。呀棍咧同人嘅棍咧，要冇香嘅材質咯。係你係看到兩種材質係台灣一下主流嘅兩種材質啦，哈。你手上拿嚟嘅係你是個苦茶油嘅油茶樹。有蜜心哎！冇啦，該你好多嘢。我想說，有油的味道是苦茶樹的味道嗎？不是，它有果實才有味道。所以樹是沒有味道。木材是有木材的味道。唔講按用擂嘅時間，一樹嘅唔係就會擂到起咩？因為一結樹嘅啊。豆沙味，所以我們要選用那種質地很緻密、很堅硬的、耐磨的，然後沒有毒性的。所以和芭樂樹這兩種都是沒有毒性的。所以
人家嘅基地有22種材料，一天23種啦，多少會加到咯。公開秘密配方。對啊，我剛剛聽過，其實嘅我是被普綠茶按到人開始做嘅，那唔過你咩係頭一件做 DIY 嘅？你做 DIY 時間你有知道都麻煩冇？因為還要搞人下。其實下開始開綠茶嘅時間，其實係摸索啦，因為冇學啊，冇應該個，你做唔得去，冇辦法去講觀摩拍沙嘅點樣樣嚟經營啊，所以越路安行下來就全部其實係人客教你做生意啦，人客可能你自己來濾，你自己來表演好，佢賣一杯，聽話賣一杯30蚊嘛，一碗啊，叫做我係想嚟搞啊！你客人想要你講好高大上的叫文化體驗啊，像我經常係去啊，即刻搞啊，講升級啊，所以佢有古董店賣鋁板就融在那平喺呢啦嗬，所以就係停做，停做，因為佢講佢傳統嗰種老嘅鋁板融得，因為佢亂，佢紋路係亂畫嘅啊。亂畫嘅佢接碰嘅位所碰到接到嘅位所，佢全部係死角，你切唔強，所以你如果停佢，你刷得下，刷得強啊，就係完全刷強啊，冇因為應該係刷唔強，丟了一直發霉。哦，對。佢食物嘅東西總咁樣，所以一路你嘛係緊摸索落嚟啦，就講唯獨到某個問題緊改。開發嚟啊 DIY 本體教來天嘅味後，有一就來嘅3名人客，結果幾扎，怎麼？你看時間序可能改善一下，其實面前7度做出來想講佢大概都去學轉來以後，還冇生意是啦。但我們報紙面上就寫3月份我都開始開，開嘅時間還冇人啲，完全冇生意，開始該。買我咪也給啦。我下開點樣？你照相片子該描該順條嘅，該描片落去嘅，該人看到有人客該遊客啊。落來苗片了，13啊個鋁板了都拿起落去，見鋁吸引人嘅目光嘛。人看過來咧，實在招來介紹講了係客家鋁茶用乜介紹，喊人客看有興趣，佢就話過來買2碗雪來樣。佢可是人實在講，其實每人生意差唔多錢啦，喊係保每差唔多4月份，4、5月計下啦，嗬。要3隻蛇仔，來到苗片，梗係我冇上喺太太頭幾波啦，招呼搶幾條雪茶，佢就話有冇東西？我太太就留佢介紹，叫你做得重新介紹一下冇？叫開始拿名片出來，我就係記者用嘅，喊開始佢就講。冇等下，我睇可愛轉移，只要改裝相片，我重新留幾條介紹，韓國嘅示範，韓國咁幾條起來用來，後尾報紙登出來，就開始有生意啦。係啊，冇人啲啦，現在講可按這個按在按講有限啊。冇想到呀，啲台灣啲所有嘅客家嘅乜嘅市集呀、展覽，然後就做得看得到嘅綠茶。嘿呀，這麼近代呀，乜嘅時節嘅事情啊？1999年。1999年有冇？1999年剛開始啲台灣有人啲嘅開始推廣呀甜嘅綠茶，台灣自家嘅綠茶做得係咁講嘅嘛，錯冇？呀，我做點樣？最想講嘅觀光談到觀光客就來介紹，尤其像嘅馬來西亞啦，嗰啲疫情前馬來西亞觀光客一多，佢哋通來個人通佢哋圖來新嘅朋友親戚介紹，就是講來去識到啲係台灣嘅綠茶，都你也冇講到，我想到原來啲下邊度。
也係按照台灣擂茶嘅這些戲咧，哦，忝嘅從記錄下邊又冇共同嚟。古時候也覺得按呢文化一切都會演變，沒什麼感覺有其他個按三網啲嘅推廣也擂茶韓國客家嘅文化，大家真有機會識嚟到。古時候大家要好好來認識人哋客家台灣嘅客家擂茶哦。今日有什麼其他個同大家來分享按到哦，謝謝安子生。為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大家休息一下，停停欣賞來做運動了。節目好看冇啊？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，還有到福氣來嘅面書網站，還有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有影片啊，記得分享出去哦。